導言上。當群眾在海對岸找着他時，就對他說：辣彼，你什麼時候到了這裏？耶穌回答說：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，你們尋找我，並不是因為看到了神蹟，而是因為吃餅吃飽了。喺一般群眾心中，耶穌就係一個辣彼，通曉經書嘅師傅。如果群眾係因為看到了神蹟而尋找耶穌，都唔錯。但係呢啲群眾顯然係為咗物質嘅好處而跟隨耶穌，所以耶穌提醒群眾：你們不要為那可損壞的食糧勞碌，而要為那存留到永生的食糧勞碌，即人子所要賜給你們的，因為他是天主聖父所印證的。耶穌喺呢一度係對比可損壞的同埋存留到永生的食糧，就好似喺第4章裏邊，耶穌對比飲完之後還要再渴嘅水，同埋飲咗之後將永遠不渴嘅，並且湧到永生嘅水泉。耶穌指出呢一個存留到永生嘅食糧係人子嘅恩賜。喺若望福音裏邊，人子係從天而來，又要回到天上嘅嗰位使者。佢嘅恩賜要等佢返到天上之後先至賜下，所以係屬於天上嘅恩賜。所要賜給係屬於將來時態，因為耶穌所要賜給嘅生命之糧指佢嘅身體，要等到佢喺十字架受舉揚之後先至會賜下。至於勞碌一詞，原文指體力嘅勞動，但係亦都有用作比喻道德上嘅修為同埋倫理上嘅德行。所以群眾繼續問耶穌：我們該做什麼才算做天主的事業呢？耶穌回答說：天主要你們所做的事業，就是要你們順從他所派遣來的。呢兩節其實係傳統有關信仰同善功嘅對比。耶穌喺上一節叫人唔好停留喺餅嘅物質意義，於是佢哋就想到善功嘅問題。不過耶穌將焦點放喺信仰上。群眾口中嘅事業原文係複數，暗示遵守猶太法律嘅各項條文。但係耶穌所講嘅事業原文係單數，因為天主只要求一件事，就是要你們順從。順從耶穌，人就會同天主建立正確嘅關係，因此呢一個係天主眾多嘅事業中首要嘅一項。順從喺原文屬於現在進行時態，表示唔係偶一而為之嘅信心表現，而係畢生嘅追隨。事實上，整個生命之糧言論係關於耶穌嘅啟示，而信仰係對耶穌嘅啟示應有嘅基本回應。所以呢一個生命之糧言論嘅導言部分就帶出咗信仰同善功嘅對比。為得到永生，人唔能夠單靠善功，仿佛信仰係多餘嘅。相反，只有信仰而沒有善功，亦都行唔通。耶穌指出，信仰本身就係門徒要做嘅事業，因為天主嘅工程就係要叫世人相信佢。換言之，信仰唔係人可以靠己力做到嘅一件事，信仰或者信從係委身於天主喺耶穌內嘅工作。